恭喜恭喜观众朋友！恭喜！二九暝，今仔二九暝吼，正拄好有来甲咱捧场诶吼，拢互恁一个大红包。今仔诶红包是啥物？老师要分红包哦，要去对分红包，听一个声就知影。今仔日咱要来讲吼，咱拢去食火锅对无？咱若去即阵讲要团圆吼。但是进前拢是食足好诶吼，来团圆就是组织做伙啊，规家伙诶人。规家伙。今仔日要讲诶是教会，阮也是一个家庭啊吼。教会是个大家庭，要怎样伫教会来团圆？因为吼，咱无一定会当像咱即阵遮尔远吼，无一定会当做伙。但是咱伫空中会当做伙，咱伫教会，咱伫无共款诶所在，就会当找着咱诶一家伙啊吼。是可能毋是亲生诶吼，但是是即个上帝国内面诶一家伙啊，对无？所以老师今仔日有去特别，这是今仔日台湾哦，咱进前拢伫澳洲，土耳其。即阵咱今仔日走转来台湾，去一个听讲是足悬诶，进前上悬诶铁路吼，肯是老师。铁路对铁路。上悬诶铁路。山顶诶铁路吼。山顶诶铁路有一站啊吼，叫做特啥物？特富野。特富野有人去过无吼？这树啊真水吼，所以老师甲咱翕只足济足水诶花，足水诶花要做红包送互你哦。今仔日咱来看，这是一群人因行到山顶啊啦吼，对无？这是一个家庭啦。就是一个无去山顶迄会想着吼，老师我会想着迄个摩西对无？摩西去山顶看上帝讲诶，上帝做诶叫人去山顶呢？为虾米？这吼，逐个知影诶人会当写一个吼，为虾米会当爱叫人去山顶看伊讲话吼？摩西迄阵佫摕石板石板对无？摕足大诶石头去他们讲话，咱即阵是摕行动电源对无？去遐充电。来，咱来小组伫遐。小组就等于一个小家庭啊。伫教会是一个大家庭来讲，小组就是一个小家庭。是。像阮的教会是大家庭嘛吼，有几个小组，差不多100个小组。遮尔济。画着3个小组，画着较少，画2个小组。画10个无一定啦，小组就教会内底一个小家庭。即届阮有一个小组去伫山顶来做新年的团圆的活动。所以就爬去顶悬吼，爬去顶悬就看到遮的物件安静落来。我伫遐想到特别的诗啦，因为一年的开始吼。就是伫春天，一日的开始就是早起时透早，特别透早就咧祈祷，伊安那祈祷，咱看诗篇第5篇的第10到第30哦。伊讲耶和华，求你暗耳空听我的话，监察我的心思，因为我你祈祷。耶和华，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。早起时，我要对你摆列我的心意，搁听候你的回应。这是足明显的，就是一日的开始，特别伫迄个所在安静的所在咧祈祷。一年的开始，阮就去山顶安静的所在咧祈祷。伫遐教会组织就是欢欢喜喜来伫遐做伫遐爬山的运动。做一个交流，一个讲话的机会。是，就是讲，无论你到倒位吼，早起时吼，会当看教会人做伙对无？就是讲规家伙啊，无一定会当找着规家伙啊。像咱即阵无共款的国家，但是咱伫即个国家都会当找着咱家己的教会厝里的人对无？教会的人就是咱的厝内的人吼，就是咱的家人。即摆讲山，为什么要去山？
伫山吼，山伫圣经诶内底是神圣诶，就是讲诚圣洁诶吼。咱看阿伯拉罕是毋是伫山顶，听见雨调，伊伫山顶来领受迄个十条界诶法版，甲伊伫伫山顶，定心直直，就是讲咱知影伫乌门山诶顶悬耶稣，耶稣学生彼得有讲，伫遐真好，讲要去，因为伊看到耶稣甲伊伫遐，拢伫遐有伫那乌门山诶顶悬，迄面山啦，叫做迄面山。耶稣若退到山顶祈祷，有足侪解。伊拄仔开始要受洗以后，就去伫山顶，40日的禁食受试探，后来伊佫有足侪解退去山顶祈祷。对哦，去伫山顶是因为离开日常的生活，像阮要去山顶，就是离开伫日常的生活，就是讲你不时有电话啦，有啥搅扰，去伫山顶就较安静，伫遐会当真放松就是讲真欢喜来做伙三甲组织。这是一丛树啊，这是牛樟这丛树啊是足老的牛樟，规青冬的嘛。所以咱去山顶吼，佮有迄没有讯号的，安尼上好，对吧？阮上爱带囡仔去山顶，因为无啥物，无网络，无讯号，安尼囡仔人拢足专心的吼，佮会当运动，佮会当有新啥物，足新的空气吼，足好的空气伫山顶。所以上帝嘛做爱去山顶吼，耶稣吼做爱去山顶。摩西啊，还是讲拄仔讲的遐个人吼，逐个拢做爱去山顶。对，山顶你若有够悬吼，2000公尺以上，你会发现讲天气就较清啦，就较清澈。因为伫平地吼，拢足侪土粉啊，是其他的物件，安尼雾，迄个天拢会雾，去伫山顶你就感觉较清。真诶哦。有爱爬山诶人吼，你就会知影吼。所以，什么人会当什么爬山？应该是迄个骹头虎好诶人吧？吼，但是老师。无啦，伊就讲山应该是有兴趣诶心啦。假使一个人来讲，我要征服这支山，安尼即款人是无法度诶啊。有骄傲诶心诶，就是讲心内足骄傲。那安尼爬山就无意义，游玩伫下骹并无爬起，就爱安怎？就爱承认家己无够力吼。你袂当理解什么，但是上帝伊会当甲你启示，就是讲伊当甲你，用伊的光来照亮你，你会当了解上帝属天的道理。毋是你外后，是上帝会伫顶悬甲你伫咧。诗篇15篇第1节，耶和华啊，啥人会当架骹伫你的宝瓶？啥人会当住伫你的圣山？就是刷咧句就讲心内清洁，心内清气的人才会当。所以就是讲。咱毋是干那爬去遐尔讲我足够诶，爬来到遮吼。咱讲诶是心内底诶山，对吧？吼，咱会当谦卑来上山，受圣灵诶启示甲感动来了解，人活诶目的，甲上帝诶计划，圣经怎样交代？这伫山顶行路，两个。爬一大段，迄是阮的组长带头吼。小组的组长，看一个吼，爬比人搁较悬几啊倍安尼吼。这是就是迄树啊已经拢扯掉去啊，剩迄个树头，有诶是日本时代就扯去啊，因为拢出大丛嘛，因那个站起来。
你若看到即个山内面的树啊，你会感觉家己足细吼。迄树头拢足大啦，迄树吼。那这做新澳洲，做新澳洲诶，涂骹诶叶啊，有那真济，大家足济。这是山这是顶枫啦，叫做枫仔树啦，枫树。再爬去山顶较看有诶吼。但是咱若去山顶，一个人去足恐怖诶，对无？南阵迄个胖去，惊胖去。尤其山顶，你若暗时迷路会足恐怖。会感觉真惊。但是你若有上帝，你就发现讲，到底袂遐尼惊啦吼。毋是你家己一个人，你也是讲，咱有拄着足侪困难诶时候，你甲教会团体一个家庭内底，你就知影讲，毋是单独家己一个人，所有诶艰苦毋是家己一个，有足侪人甲你斗阵，像边仔诶天星吼，本地我毋知影讲天顶诶星诶色伫遐尼济，因为咱看星吼，拢是一款色伫嘛，你用翕相机甲翕起来，发现讲有蓝色诶，有绿诶，阁有红诶，足侪款色伫啊。是，迄个小学有读过，小学诶时有读过对无？无共款色吼，会代表伊诶生命啦吼。可能是甲伊诶温度啦，甲伊诶距离诶长短啦吼。佫有生命啦，就是讲，即个星会当活偌久吼，看伊诶色就知影吼。有人知影会当写来吼，看倒一种色会当活上久。个对遮会当看来吼，像遐有一个叫做射手座啊，咱毋是咧用迄个西洋诶什物星座嘛？射手就是正面哦，正面去有三粒平平附近遐，遐就是射手座诶星。就讲咱拢认即个腰带安尼，小熊啊大熊，已经袂记了，真恶诶吼。所以咱伫山顶会当真正做放松，对吧？会当。所以你看下骹吼，下骹迄树啊，倒落拢无人甲伊，因为标准诶就是安尼，树啊倒你毋免甲伊扫，你毋免甲清讨角啊，你创啊互伊踮遐就好，因为迄个是新诶树啊诶营养分。所以伊要烂就互伊烂吼，伊要打就互伊打。你看伊拢无甲叮当，所以遮是保持，会当讲保持甲真好啦。即个山，而且伊可能吼做侪迄个小动物对无？动物拢会伫遮出来。蜜伫内面啦。对。因为你骹家打落，有哪会安尼软哦，会含落差不多一尺长，还是讲1公尺诶深。因为迄树啊已经树啊基已经打去，所以你对顶往甲打落，骹就从啊踮落去。是哟，所以毋通想讲这无路用，这真正每一个树啊拢是有路用诶，对无？你看遮诶老啊，遮吼叫做塔塔加，咱若要去爬玉山吼，玉山啊，要去玉山，你毋是一定要去塔塔加去嘛？当然有对别位去，大部分拢是对塔塔加啦。塔塔加迄附近有狗啊，迄狗啊，甲阮咧食饭拢差不多。团圆哦，你要食便当，有哪会当团圆啊？无一定爱食青草，几啊十万对无？即本愈来愈贵吼，一道几啊万诶吼。迄狗啊，你看迄3只狗啊，有大只有细只。因为咱是一个家庭啊，对，有道理哦。你看，大伫遮食便当嘛，做欢喜吼。规岛团圆，跟教会人做伙吼。咱想诶是毋免讲食甲做青草对无？做简单诶生活，就会当过了做欢喜，这是上帝要咱过诶吼。新诶一冬，看咱厝诶人真正诶啥物？真正诶家人做伙吼。你诶心结连做伙就是团圆啊。
是哦，嘿啊，有诶是是啥物新带做伙，但是拢无咧讲话吼，还是讲拢无咧交陪吼，反正比即个教会诶人吼，做伙吼较有即个过年诶气氛吼，伊去即个狗仔搁翕来诚水，应该是伫遐看恁食，会甲恁抢无啊？哦，会哦，迄狗爱共抢哦。爱说你哦。伫台湾看到狗仔爱说你，伫泰国嘛是呢，阮嘛是去有狗仔狗吼掠过。这是老师要送大家看诶花吼，有两种花，我是分袂啥出来。这花拢真水啦。嘿，个地花同开菊花。啊真青有无？看得真青。哦，这是地花啦。在山顶甲大部分伫山顶甲会当看到足，迄个湿地看真好看。啊，若伫平地人种诶吼，就小可无共。可能有污是讲染。迄边啊啦，边啊小可会黏黏。啊，伫山顶有一寡较特殊诶，虽然伊诶叶啊吼，拢互虫食，甲拢无好看，毋过伊诶花伊原开甲足水。是，这个是上帝讲诶吼。所罗门上上行五诶时，就是讲伊上富裕诶时，达到即个花诶一类。真正达到即个花一类，所以说是真正是有迄个吼，诚水吼。拄好咱今仔过年吼，其实咱今仔即集是录影诶吼，因为老师即阵伫小琉球啊，对无？啊，所以今仔是拜六拄好情人节哦，会当看到足侪花吼，情人节就会当商人看花诶日子吼，咱看到足侪足水诶花。这毋是地花，这是菊花吗？这另外一款花，莲树啊顶诶。有人知影这叫啥物名无呢？当甲咱讲者。啊，这种地花啦，拢插花。因为地花色地足济，有红诶、白诶、黄诶，拢有吼。是。所以这就是老师今仔日要送人诶红包哦，观众朋友收到未？咱今仔讲诶，另外一款诶，去山顶团圆。去山顶团圆吼，咱若有闲诶吼，会当坐去爬山，找一寡好朋友，还是看厝里诶人，足久无讲话，爱去敲电话转去哦，还是转去找厝里诶人，做伙去山顶吼。安静，享受即个安静，享受上帝祝福。所以今仔日足欢喜嘛，足多谢老师给咱送诶即个特别诶节目啊吼。后礼拜阁继续要转来讲土耳其啊，对无？土耳其，嘿，所以愿上帝祝福每一个家庭吼，拢会当幸福平安啊！新年有新诶啥物？新诶愿望，新诶愿望是讲，人今年是马年嘛吼，马年。嘿。啊，台语叫做 money， money，英文叫做 money。马上有得到money，祝福诶迄种。money，多，就是讲 money 多。钱多多啦，叫做 money 多。是，是讲马上好个，对马开始会真济啦。是，马上就会当迄落啊，安尼袂歹哦吼。啊，你即摆就快乐吼，金马就快乐。安尼有厉害，咱台湾诶，应该是讲中国人诶智慧，即个话真好算吼。所以祝福大家吼，是会当马上有财宝伫天顶吼，会记家己饲一个赞吼，而且甲即个好消息，就是上帝听每一个人好消息吼，报告互你诶朋友也是厝里诶人知影吼，因为咱有可能，就是无法度牵厝里诶人做伙团圆，但是会当牵咱基督徒教会朋友吼，厝里诶人，教会诶厝里诶人，
团圆。好，安尼搁一摆恭喜恭喜大家讲恭喜恭喜，安尼后礼拜再会，共款时间平安。